大大的讲好水哥哥，互你袂当伫个好食因兜搁住落去。我实在是信用啊无度，我要甲牵出的宝座让菲欧娜小姐。OK。啊，不过，虽然唔知影是安怎，你唔免勉强家己陪跑。我接受你的挑战，感觉我袂当闪你，这场比赛嘛绝对袂当输去。其实我一直想要甲真牛拍棒球的人结婚。假实了，我真够拍棒球。你有看这礼拜的柏林特乱曲无？这是要剧情发展有够刺激的呢！左界未婚妻竟然甲左界亲妹点嘛意外相逢，敢讲这就是查某人的战争。阿娘是放假派，阿娘今嘛完全理解伯奇的心情啊！阿娘嘛真介意战斗剧情，干爹办公会啊，就伫公司待一待。